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1124天，也是乌军在库尔斯克的第230天。这个前线总共记录了166起战斗，乌军仍然占领库尔斯克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乌军在抵挡俄军进攻的同时，大军转进，在乌东发起局部反攻。乌军正在别尔格莱德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有消息称乌军已经拿下临近俄乌边界的若干定居点，深入俄罗斯境内数公里。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空军于18日摧毁了别尔格莱德州杰米多夫卡村附近一个俄军第3摩步师的指挥所，该哨所正在计划对苏梅州的作战行动。袭击显著降低了该师部队的行动能力。俄武装力量中部集群第51军叫斯拉夫第1旅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安德烈·马尔蒂亚诺夫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从库尔斯克方向撤出的乌军作战部队已重新部署到红军城方向，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马尔蒂亚诺夫向卫星通讯社表示，现阶段我们正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作战，乌军正在顽强抵抗。据我们了解的数据，许多部队已从库尔斯克方向调到这里，现阶段已做好战斗准备。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有关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军事行动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数据。根据该部门官方估算在边境地区的对抗中，也就是库尔斯克，乌军损失了400辆坦克。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于2025年3月21日公布，反映了在乌克兰接壤的国家边境附近展开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并强调了已经持续了6个月以上的冲突的激烈程度。由于该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这是俄罗斯方面说在库尔斯克的战斗还在继续，且部分被摧毁的装备尚未得到确认，因此这些估算并非最终结果。大量损失与俄罗斯北方集团军的成功行动有关。自2024年8月以来，该部队一直在抵御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在俄罗斯领土上立足的企图。这个俄罗斯的说法叫一日三变，前2天还说摧毁库尔斯克的乌军装备上1000件，今天就调整到400辆，到底多少呢？这个恐怕由俄罗斯的宣传部门自行决定，想摧毁多少就有多少。我们看看第三方怎么说的。这个福布斯杂志他说，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损失了过多坦克，这是好像董王喜欢的福布斯，他说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损失了太多的坦克，太多是多少呢？该刊物报道称，在库尔斯克行动期间，乌克兰军队损失了55辆坦克，就一共230天损失了55辆坦克。那俄罗斯军队损失多少坦克呢？福布斯说俄罗斯军队损失了66辆坦克，也就是乌克兰的损失比例为1.2比1，略占优势。福布斯也相当于变相的打了董王的脸。董王一直坚称库尔斯克有一支乌军被俄军包围了他给普京打电话，希望俄军手下留情，饶他们一条生路。董王自己给自己加戏，不知道是哪儿拿的剧本。福布斯说了230天，乌军一共损失55辆坦克，俄军损失66辆坦克，好几千的乌军被包围，合着1辆坦克都没活捉吗？关键你看，福布斯的数据，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与俄罗斯坦克损失比例为1比3.4，乌军处于绝对的优势。但是福布斯的解释，他说这对乌克兰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他说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乌克兰需要对俄罗斯造成3倍的损失，才能比俄罗斯更快的削弱其武装力量。也就是1比1的损失，乌克兰是拼不过俄罗斯的。你必须1比3、1比4，那这对乌军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该刊物指出乌克兰在8月入侵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地区之前达到了这一关键指标，但在上周以乌克兰撤退告终的入侵行动中，也就是从库尔斯克撤退，俄罗斯摧毁或缴获的坦克数量超过了乌克兰能够承受的损失，也就是1.2比1这个战果，那乌克兰是吃亏的，相当于福克斯给乌军辟了个谣。3月22日，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若乌军继续打击俄能源设施，俄罗斯将保留回击的权利。俄外交部强调基辅这种狂妄行为再次表明其完全缺乏
履约能力。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任期届满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就俄乌暂停攻击能源设施达成共识。这个流氓嘴脸就是强盗行径，双普通话达成的共识必须要落实。但是美乌在沙特还达成了全面停火协议，为什么不落实？所以说这个就是流氓。我一直说这个双方停止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对俄罗斯非常有利，因为毕竟俄罗斯有几十个炼油厂、储油罐、储油设施、码头，这个就是俄罗斯的钱袋子。他现在急需乌克兰，你要停下来，不准打钱袋子，打人不打脸。乌克兰有什么好炸的？能源基础设施反正也炸的差不多了，你再炸都是浪费，都是空消耗啊，对吧？乌克兰3000公里的那个无人机刚投入使用，长城版的海王星也刚投入使用，效果非常好，现在打得正顺手。为什么要停火？要么就是全面停火，要么就是接着炸。这个俄罗斯炸急了啊！外交部说了，如果你再打我们能源设施，我可要保留回击的权利。搞得好像俄罗斯最近这10来天都闲着一样，他也没少炸乌克兰，只不过炸的不得要领，炸不着要害的地方，纯粹是一种浪费。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叫扎哈罗娃表示啊，俄罗斯保留对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能源设施袭击的权利。我们明确警告，如果基辅政权继续其破坏性路线，俄方保留采取包括对对称报复措施的权利。乌克兰说啊，来吧，反正谁也没拿特朗普的话当话，谁也没打算给特朗普面子。华盛顿邮报说啊，乌克兰和俄罗斯将在美国的斡旋下参加沙特谈判，但不会进行直接对话。华盛顿邮报披露了沙特阿拉伯谈判的详细形式、主要内容。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会谈定于明天，也就是这个3月23日，而美方与俄罗斯代表的会谈将在3月24日进行。讨论将集中在黑海停火和基础设施问题上，但全面停火问题可能暂时不会被提上议程。乌克兰方面的与会者包括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俄罗斯方面则由参议员叫格里戈登·拉辛和谢尔盖·别塞达代表。美国的调解代表是国务院官员安东及凯洛格的助手们。一看啊，双方派出的这个代表团的级别都不太高，这个纯粹是个技术性的会谈。也就是说啊，谈不出个所以然出来。技术性会谈，也就是在黑海上面怎么停火，这双方怎么检查来往的船只，怎么监控。从目前来看啊，特朗普这个斡旋，他这个和谈基本上是面临着失败，没什么好谈的。这个普利策奖获得者赫什一直说，他说特朗普急于解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与普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克里米亚打造成一个大型国际度假胜地。赫什还指出，顿巴斯地区可能也如此。和特朗普这个小集团最近放风，也就是美国考虑承认克里米亚为俄领土，似乎遥相呼应。白宫的记者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总统普京通话时，俄罗斯领导人没有拒绝与基辅实行停火制度的提议。记者团发布的消息称，当被问及他与普京就乌克兰问题通话的问题时，他说普京没有拒绝停火。特朗普补充说，周五就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进行了2次很好的讨论。特朗普还表示，他在与普京的通话中没有讨论在乌克兰冲突中实行停火制度的最后期限。这个特朗普非常有意思，他被普京耍得团团转，普京没有拒绝停火。这个我们在最早就说了，普京是盼着停火的，但是现在普京认为战场对他有利，所以他不急于停火。但是不急于停火，他也不会拒绝停火，他一定是同意停火，但是后面要加个小尾巴，他也提出很多条件，比如说怎么停火，分步实施，先停对俄罗斯有利的，比如说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个对俄罗斯有利，先停，再停黑海袭击，因为黑海袭击导致俄罗斯很多油轮什么产品运不出去，军工产品也运不进来，所以他要停止黑海的袭击行动至于陆地的，就是炸其他地方，俄罗斯现在占优势，因为它炮弹多，那导弹多，所以它这个不能停。你看看，都是对俄罗斯有利。完了，普京还提出停火期间你得把乌克兰给它捆上，美西方不能军事援助乌克兰，不能情报共享，乌克兰不能进行动员，也就是把乌克兰给它捆上，那咱们可以停一会儿。你看看，就是特朗普居然说普京没有拒绝停火，也就是对普京还抱有一丝幻想。确实跟普京斗起来，特朗普就是个小学生了。但是特朗普也是有脾气的吧，再怂的人还得要点面子，所以特朗普似乎虽然有点唯唯诺诺，但是还是颤颤巍巍的发出了一点点警告
的意味，这个深意，也可能是特朗普在面对记者的时候问他普京不停火，没有给他面子，特朗普回答过于软弱啊，他过于强调普京没有反对，没有拒绝停火，所以给人感觉他非常对普京非常弱，硬气不起来。所以特朗普他又跟记者说，可能会为普京设定乌克兰停火的最后期限，但是他又同时说，目前上还没有给普京提供最后时间表，也就是还没有给普京最后通牒，你必须在某月某日停火，如果这一天之前不停火，将会面临严厉制裁。也就是你看特朗普对普京那是模棱两可，对吧？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那是直接就霸凌，你要不听话，马上断军事援助，马上停止情报共享，毫不犹豫，丝毫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对吧？跟万斯两人轮番嘲笑攻击泽连斯基，这就是他的嘴脸。对普京呢，这叫强硬吗？目前特朗普这个态度，普京很受用，普京表示胜券在握，所以他才会提出那么多无理要求。因为有特朗普这样的谈判对手，被他拿捏的死死的。你看这个普京是怎么玩弄特朗普？根据这个美国总统中东特使叫维特科夫，根据他的对记者的说法，维特科夫在21号接受记者采访时候，他说，主持人叫塔克啊，他说特朗普去年选举的时候遭到枪击时，普京去教堂为特朗普祈祷。你看这两普的交情，这是什么交情啊？特朗普那时候只是个总统候选人，耳朵中了一枪，普京作为大帝亲自到教堂为他祈祷。这个维特科夫说，他说在我第2次拜访普京时，这涉及到个人问题，普京总统委托为特朗普总统画了一幅美丽的画像，是来自俄罗斯顶尖艺术家，实际上把它给了我，让我把它带回家给特朗普总统，我把它带回家交给了总统，报纸上已经报道过了。你看看这普京多会这个耍手段呢？他知道特朗普这个人自恋，所以请了俄罗斯顶尖的艺术家画了一个特朗普的自画像，这个就是个人崇拜。特朗普本来就崇拜普京，结果自己崇拜的人还专门找了顶尖艺术家给特朗普画了个画像。你说这个特朗普激动的恐怕几个晚上都没睡着。特使维特科夫说，但那是一个如此亲切的时刻，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也就是普京在百忙之中见维特科夫的时候，维特科夫去都是坐飞机去啊，见完面马上坐飞机就走，时间非常宝贵。这普京跟维特科夫讲，他说特朗普总统遭到枪击时，普京去了当地的教堂，会见了他的牧师，为特朗普总统祈祷，不是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他可以成为美国总统，而是因为他和他有友谊，他在为他的朋友祈祷。我是说，能想象坐在那里听这种对话吗？我回到家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我们的总统，他显然被普京感动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重建那种联系。顺便说一下，一个简单的词叫沟通。很多人会说，你知道我不应该因为普京是个坏人，我不认为普京是坏人。你看看啊，当这个流氓收起他那种狰狞的面孔，擦干手上的血迹，然后拿出礼物贿赂一下这个美国总统，马上啊这个特使包括特朗普发现普京和蔼可亲，非常慈祥，像个老朋友一样。他怎么可能是杀人犯？他怎么可能是造成几百万人受伤、100多万人死亡的刽子手呢？跟他有什么联系呢？他这么和蔼，对吧？你们都说普京是个坏人，但我认为普京根本就不是个坏人。你看看，这就是美国人慕强心理，就靠这么几个小动作就把特朗普给收服了。特朗普和他的爪牙就拜倒在普京的就是权力的魔战之。你说你指望特朗普对普京硬起来，怎么硬？即便加头老师这样的拿了人家的茶叶，拿了人家的蜂蜜，那不都得给人家说好话，还不得给人家办事？特朗普收了人家的话，还收了人家的祝福祈祷，他能不给普京办事吗？即便不给普京办事，他怎么好意思冲普京恶语相向呢？这一点泽连斯基就稍微差点了。泽连斯基给特朗普送的是拳王的一个腰带，拳王腰带是特朗普喜欢的啊，因为特朗普好像以前喜欢拳击，但问题是特朗普现在是自恋，他要个人崇拜，他自我崇拜，你让他崇拜拳王，这个就是说从送礼这个角度来说啊，泽连斯基输给了普京，就是普京把特朗普拿捏的死死的。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现在还来得及，什么事情都得反省，要有所精进。通过维特科夫对记者说的这一切，泽连斯基和他的智囊应该赶紧连夜召集俄罗斯顶尖的艺术家，立马创作太阳照耀在密西西比河上，或者是密西西比河上升起了一轮红太阳，这连夜创作来得及。但实在不行，给到印度取经，或者去朝鲜的这样的伟大作品非常多，或者创作一幅
离开了你，我们怎么活？这个花点小钱办的是大事，可以创作一组画，对吧？一幅都不行。然后在美西方，在乌克兰基辅到处展览，完了之后100万群众签名，最后再送给特朗普。这个现在做还来得及。你看，普京送了东西之后，普京送的这个礼打动了特朗普，所以你看，特朗普和普京已经开始商量怎么瓜分乌克兰的领土了。还是特使维特科夫，他对记者说他说美国认为承认俄罗斯占领领土是一个关键问题，顿巴斯和克里米亚都是俄语地区，这2个地区举行了全民公决，大多数民众表示希望接受俄罗斯的统治。维特科夫甚至还说，他说乌克兰已经同意举行总统选举，并确定了时间表。到目前为止，我只从这儿看到了说乌克兰要进行总统选举，其他的媒体都没有报道。维特科夫他是22号在接受卡尔森的采访时，他说乌克兰要进行总统选举，乌东4个州这个领土是这场冲突的主要问题，也就是特朗普不仅倒向普京，而且还抄泽连斯基的后路，要搞乱乌克兰。他现在逼乌克兰要进行总统选举，这个势必会造成乌克兰社会分裂。这个特朗普确实在为普京卖命。一位白宫官员告诉 CNN 说，除了家人之外，没有人像斯蒂夫·维特科夫那样受到特朗普的信任。所以这里面要好好说一说维特科夫，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他怎么就一下跳到了台前？也就是说，他是中东问题特使，他跟俄乌有什么关系？特朗普解决俄乌问题，他至少有2个人，一个是国务卿卢比奥，一个俄乌特使凯洛格。虽然这个凯洛格说普京俄罗斯人不喜欢他，凯洛格就变成乌克兰特使，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幌子。普京不喜欢凯洛格，这只是个借口。普京如果跟凯洛格谈，他筹码不多，他占不了优势，而跟中东问题特使谈，你看特朗普有2个特使，一个是调解俄乌的，一个是调解中东的。调解中东的就是维特科夫，调解俄乌的是凯洛格。这个普京说他跟凯洛格搞不好，不喜欢凯洛格，凯洛格偏向乌克兰，所以把他换掉。你换个人，不换人，他把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推到普京面前。实际上这很简单，就是普京要拿中东做筹码跟特朗普谈，你帮我搞定乌克兰，我帮你搞定伊朗，就这么简单。我帮你搞定拖鞋军，我帮你搞定哈马斯，对吧？那都是我的小弟，我对他有影响力。你特朗普要去轰炸拖鞋军，得不偿失。你可以去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美国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相当于求拖鞋军了，相当于怎么求？他要求拖鞋军，你只要发誓不打路过红海的美国的船只，还有这个航母，我就不炸你了。也就是说，让拖鞋军你给个话，你只要承诺也行，都不要书面的，就你给我台阶下一下。我现在不是下不来吗？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你美国去炸那个拖鞋军没有用，他那些房子，他那些仓库，他那些所谓的指挥所，合着不值那一颗导弹钱，你炸吧，你有多少导弹炸？你又不能派部队过去，他那地方本来就是一穷二白，随便炸。人家拖鞋军，你前面炸完，你只要飞机一飞走，人家马上从地道里钻出来，不知道从哪儿又跑出来，抱着火箭筒就冲你那个航母来一发。特朗普对这个拖鞋军无计可施，对伊朗也无计可施，还得求这个普京。你看，普京把中东和俄乌放一起谈，逼得特朗普，你在俄乌这儿你得给我干活，你得给我让步；中东那儿你得求我。中东是你的问题，不是俄罗斯的问题，俄罗斯不在乎。在中东那是你俄罗斯，那是你美国水深火热，俄罗斯他是在岸上，他不在乎，他给你捣乱的。所以你看，这就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居然调解起俄乌战争，就这道理。话说卢比奥这哥们儿是不是已经坐了冷板凳了？好久都没有发言了嘛？就好像这个外交舞台上没有他，有卢比奥什么事？卢比奥只会出现在外交部长出现的地方。这个地方什么会议需要外交部长去，卢比奥屁颠屁颠的去了，得照着特朗普的这个指示在那儿发言。这个卢比奥现在感慨既生鲁，何生威，对吧？既然有我卢比奥，何必要搞一个维特科夫呢？这个地保老人把俄乌战争停火、和谈、跟中东、跟俄美关系重启全部打包在一起谈。他把打包在一起谈，还有一个效果，就是你乌克兰、你欧盟，你插不了手。我们在一起谈的事情多了，俄乌战争只是中间一小个，它在绑在一起。所以我说，特朗普没有这个金刚钻，不要揽这个瓷器活。现在基本上是属于丢人现眼阶段，真正的没牌可打。特朗普现在要做的、能做的，对吧？就是赶紧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回到老路上，让乌克兰痛揍俄罗斯。这次也把俄罗斯给拖住，拖得他这个叫油尽灯枯，让他没有办法再作恶。财联社3月22电，据塔斯社3月21日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克兰认为
在乌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无法成为伙伴国家向乌派兵或提供安全保障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说，联合国不会保护我们，我们不把联合国视为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派兵或提供安全保障的替代方案。欧洲这些国家向乌克兰派兵来讨论区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方案一会儿是欧洲它几个国家叫志愿者联盟，30个国家派兵，现在据说又搞成联合国派兵，这不是儿戏吗？联合国如果能解决问题，那乌克兰还有现在吗？至于打成现在这样吗？联合国在黎巴嫩执行这个停火任务搞成什么样的？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黎巴嫩的那叫什么，对吧？他们的武装在联合国眼皮子底下开火，乌克兰不能上这种当，已经上过一次当了，所以泽连斯基坚决反对。不过乌克兰现在也在采取措施。3月22日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里萨宣布乌克兰当局扩大了针对18岁年轻人的征兵计划，将乌克兰国民警卫军第12亚速旅列入许可名单，也就是亚速旅它是可以招募18岁的新兵，这也就是说定向扩招，结构性的扩招。帕里萨还透露，将乌克兰武装部队第3独立突击旅纳入此次许可征兵名单，该旅指挥官就是亚速营创始人比列茨基。该旅被授权招募18至24岁的新兵。此次征兵计划的许可名单还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24独立机械化旅和第93独立机械化旅，这都是也就是乌军的主力，现在可以扩招了，是可以招18岁以上的。泽连斯基又亲自到乌东前线叫顿涅茨克地区考察。泽连斯基亲自到了就是红军村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会见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我参观了波克罗夫斯克战术集团的指挥所，并会见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该部队将乌克兰武装部队中最优秀的无人机系统部队联合在一起。现在的情况就是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的这个决心，保卫领土的决心毫不动摇，但是这个欧洲还在掉链子，特朗普依然还在拿着乌克兰当筹码，在跟普京交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正义必胜。有的时候是需要走一点弯路，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挫折，一些血的教训，才能唤醒这些麻木的人。现在欧盟连50亿的援乌这个军火都拿不出来，还在扯皮。我们希望看到欧洲积极进步的这些消息。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